從香港到深圳飛去甘肅省嘅蘭州市，先去水車博覽園，再去百年歷史嘅黃河鐵橋上行一趟，望下黃河嘅壯麗。晚上品嘗地道嘅蘭州菜。第二日去蘭州嘅水墨丹霞景區欣賞丹霞地貌。下晝去甘肅省博物館睇下馬達飛燕、東漢嘅青銅器，以及欣賞下佛教藝術展。究竟旅程我哋用咗幾耐時間？我嘅答案係一趟航班同埋一份想走就走嘅決心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Aura Connection， 我係歐娜。今次旅程我帶大家用3日2夜嘅時間去甘肅省蘭州市嚟個快閃之旅。今次我哋乘搭深圳航空飛去蘭州，價錢大概1056。我哋由元朗出發，先去深圳灣口岸。記得深圳灣口岸6點先至開門。我哋見到有啲司機都要被打回頭，記得千祈唔可以太早。然後我哋再 call 滴滴去寶安機場，乘搭9點25分由深圳寶安機場飛去蘭州，12點50分就可以到。所以呢，蘭州也叫做我們的橋樑之都。離開蘭州中川國際機場，我哋乘坐旅遊車到蘭州市中心出發，沿途可以見到黃河風景。沖涼啊，這些時間，因為我們要趕在大約坐咗1個鐘之後，我哋就到水車博覽園。由水車博覽園嘅正門行入去，見到左邊木架結構嘅大門，佢寓意係蘭州水車嘅一部分。繼續行入去就可以見到水車廣場同埋斷續雕像同埋12生肖嘅動物。12生肖有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龍、蛇、馬、羊、猴、雞、狗同埋豬。向前行就見到好多體驗式嘅水車工具，磨坊、人力拉水等等，可以隨便玩。個水車博覽園有勁多水車睇，可以睇到以前啲人點樣用人力、牛隻或係其他工具攞到啲水去飲同埋灌溉農地。有個阿伯玩得勁犀利，用腳踏踏下可以將下面嘅水拉上嚟。而呢度最特別嘅就係直徑16米嘅大水車。呢個巨大嘅古老水車，導遊話佢以前用嚟灌農地，就咁睇佢超宏偉，可以諗到以前啲人實在好叻，可以識得善用地利去幫自己生活。大家記得呢度係免費，我哋可以睇到而家水車仲正常運作緊。當然啦，佢轉一圈慢，就好似我哋平時坐摩天輪咁。我哋仔細睇橋頭嘅名牌，會知道佢最初嘅名叫第一橋，或者係蘭州黃河鐵橋。喺呢條橋未出現之前，黃河隔開咗蘭州兩邊，當地人只可以用羊皮筏指劃冬季冰面出現嘅時候過河。而呢條橋嘅出現就係幫助咗兩邊嘅當地人。
佢建於1909年，係清王朝最後嘅歲月完成。之後係1954年，政府開始全面維修加固中山橋。當然，橋體嘅鋼前架結構、所有嘅鋼材、水泥，甚至每一粒釘都繼續保留。係2006年，國務院公布中山橋為第6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中山橋望落去黃河景色非常之靚，我突然諗起讀書時候王維嘅《洗字塞上》嘅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，以及另一個大詩人李白，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嚟，奔流到海不復回。遠遠睇過去，橋上已經有好多人，有遊客、市民、拍照留念嘅情侶，所有人都被佢吸引。佢不只係橋，更好似係一個露天嘅城市客廳，一個所有人都必須嚟簽到嘅地標。夜晚我哋去食咗和家和百合宴，有蒜蓉粉絲蒸開邊蝦、紅燒黃河大鯉魚、老蘭州漿水燉排骨、酸辣土豆絲、手工鮮肉包、荷蘭豆炒木耳、玉米烙同埋紅燒肉等等。食完飯之後，行下蘭州西站火車頭夜市，就咁睇都有好多嘢食。有賣臭豆腐、雞爪、夾心麻花。仲有可以就咁買竹蔗慢慢咬，特別對於甘肅蘭州嘅天氣，我哋都需要清潔潤肺，行下。最搞笑，連關東煮都有得食。原來佢哋大西北嘅人都鍾意食甜食，就咁睇甘肅省蘭州嘅夜市，街道都非常之乾淨，行落去非常之舒服。今次係咪第一次嚟甘肅？冇諗過大西北嘅發展已經進步咗咁多。仲有雞翼包飯，睇到佢燒到金黃色點。最後，我哋決定食火爆魷魚，價錢真係好平，可以隨便買嚟食。之後我哋再去買烤餅食，佢家用傳統烘烤做，見到老細會將餅底貼爐去烤。我哋嗌咗梅乾菜肉味，大概等咗3分鐘就可以食。是我的嗎？是我的嗎？是的。可以，可以的。多少錢？16哦15。我哋仲叫咗冰糖烤梨飲，因為蘭州嘅天氣好乾燥，我哋都要潤一潤肺。甘肅銀行收款15元。今次我哋嘅酒店係蘭州建蘭自選假日酒店，就咁房間都好寬敞，設施都幾好，仲有健身室，只係馬桶喺門口面，有啲窄。下一集我哋同大家去下蘭州市水墨丹霞景區，睇下七彩丹霞，究竟色彩同埋大自然之間嘅碰撞。之後我哋去甘肅省博物館。
睇下咩叫做馬達飛燕呢個國家級嘅1級文物，仲有東漢嘅青銅器、敦煌嘅佛教展品，仲有睇下夜晚嘅中山橋，再去夜市掃街。如果大家鍾意呢個 channel，可以比較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 YouTube channel。下次見。